继续来看，这是这个南投鹿谷要通到溪头的3弯仔路段出车祸，有民众开车要落山，驶到这个3弯仔的大转弯的时阵失去控制，冲去对向要落山的车道，弄到2台车，差一点连人带车栽落山谷，有一个乘客受伤。 车慢慢要倒弯，雄雄对向一台银色厢仔车，规台挤过来，去弄到2台轿车。后壁的驾驶行到紧达东啊，画面看起来真可怕。发生车祸的所在，伫咧南投鹿谷的3弯路段，通往鹿谷市区和溪头的路。有民众要驶落山的时阵，经过我角时，雄雄失控，去弄到对向的2台轿车，险啊栽落去山谷。加在刚好一个乘客受伤，造成其中1名乘客脚部受伤。详细的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。警察初步调查，敢若是因为车的机械害去才会发生事故。不过这个路段定定发生车祸，月初则因为敢若落雨，涂骹烧过去弄到山壁。一台黑色的轿车要转弯的时，敢若是因为驶伤紧，转势几轮去弄到山壁，加在无人受伤。下坡前那个2线道上来的车，他们都很。 像外线车跟我们内线车，他们就是都会假人的车路，大灯弯都速度蛮快的。这条路是过危险嘛啦，就是要有一个录影机或是一个违规照相的功能。南投鹿谷3弯车祸定定发生，嘛，当地民众感觉真困扰。特别到8日礼拜车若多，对山路的路草无熟的驾驶，就较会出车祸。若是无细腻，佮可能规台车栽落去山谷。希望未来会让街道撤速设备，安尼才当减少事故发生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